今年2摆风台造成高雄超过2500件树仔倒去的案件，这高雄市工部局甲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，最近伫咧有倒去危机的树仔装通报系统，目前先装20张树仔来做测试，若准这效果袂歹，会扩大增到700台。三德里风台造成高雄一树仔风扫倒去，也是拗互长。根据统计，高雄市目前有16万丛路树。有遮侪树仔正正都有歪斜的状况，煞未赴发现。最近工部局甲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，伫树身顶悬装这款会当专门侦测树仔歪斜的机器，来弥补人工巡逻的不足。高风险的部分的计20处的树木来装设倾斜仪。那借由这个的监控资讯的话，当数据达到一定的警戒数值的时候的话，那会通知我们公园处，那针对这棵树木去到现场去做一个巡检，那去判断它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加固或扶正的一个紧急措施，那以减少整个意外的发生。高风处目前伫市区20张路树装这款新的设备，会当甲树仔歪斜的角度才的数据，随传去线顶的平台发出警报。高风处通派人去巡检，甲树仔符合正。市府希望提升路树安全甲管理，避免树仔倒去去伤到人。不过，松南城市协会理事长建议，应该扩大检查路树的树叶，保护树根才是治本。进阶的检查后发现，这些特别有几棵树是需要去密集的去监控的，我们再来装，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会比较节省预算，然后把预算放在刀口上。高风处表示，目前用来试验的树仔拢伫市内，评估效果了后，未来会将离高雄每一个行政区拢种100丛，用智慧侦测来代替人工检视，缩短灾害应变的时间。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。